經濟學人做嘅研究報告指出，香港30歲以下嘅年青一代出嚟社會做嘢，平均喺一間公司只係會逗留1年鬆啲。不斷轉工係時下年青人嘅工作模式，有人統稱佢哋做 Y 世代。佢哋嘅特性咧就係話佢哋好中意咧喺工作上面咧係追求需要有 training 啦，自己可以學好多嘢啦，有多機會發揮啦。即係佢除咗話我要揾到食，我要養到屋企，我仲要有自己嘅理想，或者我係有自己嘅興趣，我有自己想做嘅嘢嘅。你知人生時間有限，無論你係工作好，或者你係你嘅生活啊、私人時間，你真係因為咁樣去叫做鬥多少少人工而冇咗你嗰啲時間，即係時間係更加可貴。呢一代好80年代頭嘅人，個個都會好想喺社會上高會有一個自己嘅定位，係好想係 be 呢個社會嘅其中一 part， 好想去發聲，好想有自己嘅意見。醒過嚟望下啦，老細，阿黃老闆。Julia 同阿 Sam 原本係同事，大家嘅共同心願都希望30歲前可以開展事業。半年前，兩個人就決定開公司一齊創業。佢哋呢間2人公司專幫人做設計同埋市場推廣。做嘅同之前份工差唔多，不過自己做老闆，心態就好唔同。我哋個 idea 係話，你喺一間 office 裏面做嘅時候，你始終你都係你老闆隻手咯，就唔係你自己嘅手咯。佢可能真係俾20樣嘢你做，20樣嘢都唔係你想做嘅嘢，都唔定。係啊，但係到你係一個老闆嘅身份嘅時候，你就會你可以揀咯。你變咗有權係可以揀咯。係啊，一啲譬如話你真係想做嘅設計啊，或者一啲你真係想去表達嘅嘢啊，咁你都有更加大嘅自主權，可以去到決定你係咪去咁做咯。Julia 大學讀商科，畢業之後4年裡面轉過3份工，做過醫院，又做過大廈管理，最後一份工係喺公關公司做市場推廣。負責策劃大型嘅宣傳活動同埋展覽。哦，咁但係我唔要實個價錢，可能即係淨係呢一嚿咁，大約即係5位數、6位數咁樣。Julia 雖然明白呢一行工作時間長、壓力大，但係都捱咗2年幾先至向公司辭職，係佢出嚟做嘢做得最耐嘅一份工。都試過一齊連續2晚3晚通頂。朝頭早7點離開公司，9點再翻返去。唔好話你休息啊，你係連坐低思考你自己都冇咯，冇時間。你唔知自己你叫咩名啊？你曾經係一個咩人啊？錢你揾到，好老實，錢揾到，學到好多嘢，但係你嘅人生好似唔係咁啊！即係我都唔想自己唔知自己去做咩咯。根據一間人力資源公司做嘅調查，公關係員工流失最嚴重嘅行業之一，同銷售、會計、管理同樣名列10大。咁呢行嘅員工流失量我都覺得算高嘅，譬如好似我哋每年都有10幾個新面孔出現，咁我哋公司都係50人到，咁都佔幾多㗎啦？即係每年嗰個員工流失量咯，即係好多時我哋都要請啲新嘅同事去替補翻離去嗰啲同事咁樣嘅。咁另外會唔會長薪咧都會有個負責出？上一年代啲年青人咧就比較刻苦啲啦，咁就較為忠心一啲咯。無論喺嗰個時間上啊或者收入上咧就冇咁計較啦。咁啊事業心都較重，即係呢代年青人啦，咁佢做嘢可能係即係做咁上下又話去下旅行啊，咁或者可能佢覺得工作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揾到收入足夠啦，咁佢又會多啲時間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啊。公司嗰個發展都需要一啲優秀嘅管理人才啦。咁管理人才都會由啲資深員工提升上去嘅。咁因為流失量咁高咧，咁資深員工咧都唔係太多啦。咁或者將來嗰個繼續進步有少少影響咯，係咯。
Patrick 覺得請人唔難，但係留人就好難。當 Julia 同阿 Sam 想辭職，佢亦都試過挽留佢哋，雖然唔成功，但係仍然同佢哋保持住關係，希望第日再有合作機會。養尊處優係啊，佢成日想話即係減肥啊，咁啊快啲翻嚟幫。而家年輕一代咧，佢唔係講求升職嘅，佢係最講求喺個工作環境裏邊，佢覺得開心、愉快，同埋覺得有挑戰性。每一代同每一代之間咧，大家睇工作嘅期望嘅思考咧係唔同嘅，係因為大家嘅成長背景唔同嚇。我仲記得我哋做 X 世代成長，我哋家庭就係就住香港嘅經濟發展啦，唔係咁富裕，大家都係真係捲起衫就幫屋企一齊搏命做好啲工作。但係而家呢一代唔係嘅啦嘛，咁所以我哋都要接受呢樣嘢。Julia 同阿 Sam 開呢間公司冇請伙計，寫字樓係熟人介紹，租金比較平，佢哋先至可以脫離打工仔生涯。悠長工作過後仍是工作。其實都覺得幸運嘅，因為始終我屋企唔係話個 burden 真係咁大，變咗我就有呢個 availability 去做呢件事情。再沒有多少話講，難道有事業會沒承諾？我記得嗰陣時上年啦，我爹哋唔喺度，咁嗰陣時係啱啱我就做緊一個回歸嘅 event， 咁佢就喺我個 event 開 show 之前嘅一個禮拜唔喺度。咁嗰陣時候其實我真係好悲痛，真係好慘，即係仲要我因為得我一個女咁樣咧，咁即係我要去幫佢搞個 funeral， 即係嗰啲喪禮其實我要負責嘅。咁但係同一時間我一個禮拜後就已經有一個咁大型嘅 event 啦，講緊回歸10週年花車巡遊，成個油尖旺區咁好大型，係你根本上你連一日假你都請唔到。我好記得嗰陣時候係嗰個禮拜，即係嗰日佢上晝唔喺度，我請咗上晝同埋下晝假，夜晚黑即係叫做下晝咁樣，即係自己喺屋企喊完一輪啦，夜晚黑就坐翻喺度開工，如是者日日都係咁，即係一路 until 嗰個 event 完咗。即係老豆唔喺度已經係人生裏邊幾大嘅一件事嚟㗎咯喎，咁我仲都係咁，咁究竟我活着係為啲咩咧？我究竟我幾時先可以有情緒咧？即係我話咁唔得喎，即係我覺得仲慘過你即係仲慘過唔係人，好似係冇一個靈魂咁樣咯。我係真係想要一個平衡，無論家庭啦、事業啦、友情啦、愛情啦。係啦，即係呢啲 aspect， 即係我會覺得冇話邊一個重要啲，但係而家我行呢一個方向咧，就足以係可以令到我有make it balance 咯，即係所有嘢都可以 balance 到。咁呢樣嘢反而係我想 achieve 咯。因為頭先個鍵好易踩到嘅。悠長工作過後仍是工作，回來一個都不可跟你享樂，還是發覺再沒有多少話講。我自己嘅 lifestyle 係嗰啲都幾中意一啲 details 嘅嘢，好追求一啲好華麗啊、好舒服啊，或者係一啲要經過琢磨出嚟嘅。有一啲好好嘅成果嘅嘢，咁會變得係工作之後係自己嘅另外一個 life 係好想係好享受、好 enjoy 啊！咁但係調翻轉都覺得呢啲好享受、好 enjoy 嘅嘢係要下一番苦工先至會有咯。阿 Sam 係單身一族，因為屋企經濟環境唔錯，唔需要負擔屋企開支。所以佢對工作嘅要求，首先係要滿足自己。阿 Sam 話：佢嘅生活哲學就係追求快樂。我覺得生活嘅過程係一個享受，我唔介意去付出，我中意被欣賞。我媽媽嘅創業係因為佢想求安穩，
我嘅創業唔係，我嘅創業係我想求突破，即係呢一個係個分別。我覺得辦公室或者以前舊嗰一套對我哋呢一個世代嘅人係一個限制。以前啲人可能真係追求錢，有錢 and then 我就會有一個物質嘅生活，有一個物質嘅生活，我已經足夠啦。但係我哋呢一代嘅人其實唔係，我哋有我哋自己嘅諗法，我哋對每一件事情我哋都會有自己嘅 idea， 我想係點做。其實唔單止設計，無論係金融，無論係每一個行業運輸，個個都有一啲好新嘅念頭。咁個個都會諗啊，點解我唔試？可能我會成功呢？即係呢一代好80年代頭嘅人，個個都會好想喺社會上高會有一個自己嘅定位，係好想係 be 呢個社會嘅其中一 part， 好想去發聲，好想有自己嘅意見。鍾意唱歌嘅 Bosco 享受喺台上面對觀眾表演嘅感覺。普通家庭成長，咁但係好彩就係都未試過話唔夠錢食飯啊咁樣，咁所以我自己對工作嘅睇法就係話係咪睇錢睇得咁重咧？對於我自己嚟講唔係咯，即係始終係 fulfill 到自己嘅心靈。你唱歌大仔大咯，真係慘到爆隻歌！你唱歌唔投入咧。Bosco 同屋企人早年移民加拿大，完成咗2個學位之後，本來已經揾到一份穩定工作。不過一次歌唱比賽得到入圍，令到 Bosco 決定返香港尋找機會。將自己好中意嘅一樣嘢，用自己個感覺去演繹出嚟，而人哋又覺得認同，人會話即係你頭先唱係唱得好好之餘，你係 touch 到我咁樣。咁呢一下係我覺得喺個台度最大嘅滿足感。比上一代自我少少，我要揾到食，我要養到屋企。我仲要有自己嘅理想，或者我係有自己嘅興趣，我有自己想做嘅嘢嘅。咁所以唔一定話係再係單單睇，嗰間公司俾到錢你喎，嗰間公司佢可以俾到乜乜乜你喎，咁就留低啦，即係唔會再係咁單純咯嗰個關係。咁亦都唔係話間公司係錯嘅，即係你只不過係你喺人生裏邊你想 look for 嘅嘢係咩啫嘛。揾唔到門路唱歌 ，Bosco 而家喺一間國際投資銀行做分析員，每日起碼做10個鐘頭嘢。佢話自己唔怕做嘢辛苦，怕嘅只係工作太忙，有朝一日會淡忘咗自己嘅理想。以前從來，如果你問我嘅話呢，我會話我一定唔會着住套西裝，日日都坐喺個冷氣房對住部電腦嘅。咁而家呢，我係每一日都着住一套西裝，坐喺冷氣房度對住2部電腦嘅。咁同我嘅以前所謂唔會做嘅嘢嚟講，就其實做晒㗎啦，一路做住嘢啦，咁樣好似接觸唱歌嘅嘢，或者接觸音樂嘅嘢係越嚟越少咯。靜落嚟回望下，會覺得好迷茫咯。過咗嗰一日，瞓咗一覺，你又要一起身，哇又遲到，咁又要即刻趕去返工，你又會唔記得咗。發覺自己都已經變成咗一種即係跟隨住生活咁樣，即係大家好似
一窩蜂隨波逐流嗰一隻啦嚇，咁樣就即係已經係慢慢咁樣習以為常咗咯。當可能有一日我真係唔做啦，或者我離開呢一行啦，咁當然唔代表話呢一行佢養唔起你，或者呢一行俾唔到滿足感你，只不過係可能我覺得有其他嘢，譬如唱歌咁樣，更加喺呢一刻值得我去試，值得我去做一樣咯。我哋今日就係去廣州度做一個sourcing嘅，因為咧要幫一個 event 咧揾一個適合嘅場地去搞佢哋嘅 event。咁我哋 target 咗有啲目的地，咁我哋而家就上去睇一睇個環境，篩選下，然之後再揾個客人再上嚟再望咁樣啦，遲啲。其實其次係去玩嘢，其實我哋都順便就會去休息下，真係好攰。去揼下骨啊，食個飯。你知廣州最多嘢食咁樣咧。呢一日，阿 Sam 同 Julia 去廣州幫客戶揾場地宣傳產品。佢哋嘅二人公司開咗3個月，仲未做成一單生意。經濟市道突然轉壞，廣州呢一個活動結果都係搞唔成。阿 Sam 同 Julia 開公司幾個月，寫咗好多建議書交俾客戶，但係都未有回音。兩個要自由想出頭嘅年輕人開始感受到做老闆嘅壓力。因為我哋做嗰啲都要報，即係要 tender 啊，或者要 pitching 啊，咁啊要做 proposal 啊，咁樣變咗都忙咯。即係呢幾個禮拜，呢個月啦，冇得驚，因為真係冇得驚。的而且確遇到而家都有情況，有啲 client 會 cut budget 啊、減嘢啊，已經發生咗啦。咁點咧？你開咗個生意，開咗個頭，唔通話喂唔得啊？經濟蕭條，我都執咗佢啦咁樣，咁咧不戰而敗咯。呢啲係我試過係買麵包，即係買一 hea 過買6、7個，然之後食2、3日嗰啲。哇！你會覺得我做咩要過一個咁樣嘅人生？呢樣嘢唔係我開呢一間公司做嘅嘢咯。我覺得嗰刻覺得究竟係咪真係錯咧？其實大家都各自喺度驚㗎，咁但係大家傾偈嘅時候，咁大家梗係互相鼓勵話唔使驚啊，得㗎啦，我哋冇問題，一定有生意嘅。即係你揾唔到錢，或者你開唔到飯嘅時候，你講乜鬼唔開心？根本你就冇呢一個嘅資格去做呢一件事情。你都開唔到飯，你都糊唔到口，咁你唔好談你有啲咩情緒。其實我覺得幾啱，即係賺錢係喺香港一笪地方係真係幾重要嘅嘢，你要維生係啊，而其他你嘅情緒或者你唔開心嘅嘢，你唯有都係擺埋一邊。我覺得揾錢同埋理想之間係真係有一個嘅好難平衡嘅地方嘅，但係我覺得做一個商人其實你唔可以太貪心。你唔可以淨係每一樣嘢咧都顧住去賺錢。設計呢一個範疇裏邊，我覺得可能我哋做啲嘢出嚟，其實係要即係有一個嘅公眾意識。人哋係好直接，即係第一手會接觸你嘅設計。當望見你嘅設計嘅時候，其實你究竟俾緊啲咩信息人哋呢？或者你嗰樣嘢係究竟係一啲好正面定負面嘅嘢？我覺得即係做設計師都有個責任喺度，係帶出一啲良好嘅社會風氣。生意傾咗3個月，阿 Sam 同 Julia 終於接到一單喺戶外搞嘅宣傳活動，有機會證明自己嘅能力。兩個一心向上爬嘅 Y 世代年青人實行全力以赴。各方面好配合啦，咁天公又做美啦，起碼冇落雨先啦。咁希望今次呢個 show 都算係我哋公司近期比較大型嘅 show， 咁就打開咗呢個 market， 咁然之後會同埋今日都識咗好多人，唔同層面嘅人咯，即係唔係話淨係客啊咁樣，咁變咗將來對我哋做嘢都有方便咯。幾個月最唔同嘅就係我會更加緊張自己嘅出品。會更加會想每一件事情都會做得更加好。以前做完一份 job 嘅時候，只會去諗，
OK 啦，終於都完成，可以翻去瞓。但係而家嘅就係做完嘅時候就會諗，我呢次我真係好想贏，或者我好想真係攞到呢一單生意翻嚟，個感覺係好唔同。係自己逼自己去爬山咯，唔係因為你有萬全嘅裝備，你有萬全嘅裝備都好，就算你有好靚嘅釘鞋，你都唔會上到去高山，係因為根本你唔想去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真係願意去爬嗰座高山嘅人，你就算得一對波鞋，你都會上到去。你要去做一番嘅事業出嚟嘅時候，你冇可能會懶惰得到。你要緊張你自己嘅 schedule， 其實比起以前更加勤力，係因為所有嘢都係屬於你自己。冇得驚咯，即係我哋都要繼續做落去咯。咁當然，如果真係咁唔好彩話要俾人哋淘汰咗，咁睇下第時有好嘅時機或者再試過。原來都走到這裡，別說出發以後習慣失去，鮮花開過掌心裏。青春最後10年，珍惜中